職專教育呢樣嘢啊，林醫生正話都解釋咗，咁我變咗喺呢度就唔再解釋。不過其實我哋睇翻呢，其實我哋醫療衛生界呢，其實喺即係好耐之前呢，其實都係好多都係由學徒制開始上起，跟住然之後去到學院制，其實都有階梯一路咁樣上去。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做法，呢個方法並唔係而家先至會有，但係當然而家會冠一個名，同埋係唔同嘅學院或者係唔同嘅大學去支持呢個項目。咁所以其實除咗正話一啲項目之外，其實有一啲項目其實亦都可以考慮去做呢一個安排。因為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，令到一啲年青人喺牙又好，或者喺其他唔同嘅學科都好咧，佢可以就一路做，一路然之後去學習嘅話咧，其實一路可以由2跟住3，然之後大學係去到4，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安排，我自己覺得。咁但係點樣去配合咧？就我哋就要睇下實際上嗰個科目或者嗰個職業嘅需要，好多時候都係要做一個比較好啲嘅溝通，或者係同業界，或者係同佢哋嘅協會，佢哋嘅溝通其實有幾多嗰個人手嘅安排，而避免浪費咗、虛耗咗人力，或者虛耗咗一啲嘅資源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嘅時候，其實我會完全贊成同埋支持一個向上流動，因為呢個正正就係俾年輕人向上流動嘅一個機會。咁所以因為可能佢嗰陣時未知道一啲方向，而到最後佢揀咗科，而到最後係能夠做翻業界一個即係 register 到或者係專業嘅一個人士。咁喺呢一度嘅時候，我好希望呢件事可以再強化落去。咁所以希望喺呢個位度嘅時候呢，亦都希望透過唔同嘅協會或者唔同嘅大學呢，去一齊去溝通去做呢件事情。咁我喺呢度講到呢度咁多，多謝。